近不是有那干嘛股灾啊？啊，这个岛子灾害呀、哦，亲，这次最坏哟。哎，你们通通安尼讲黑讲枪讲胖了。哎。你们家里有没有也有？有哦，我才5分地啊。那很坏哦，很坏啊。枪讲胖还枪讲胖啦，卖入米也卖入米啦。那怎么办？唔知安尼奇怪，我自即嘛90多岁哦，自细汉做到即嘛，唔捌拄到安尼天气啊。安尼味高头吹讲胖，迄是讲万冬吼，迄寒吼，迄嘛罕罕啊。唔捌讲拄到这6月冬安尼吹讲拍的，唔捌啊。我讲做田人，很可怜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办？天做代志啊，什么办？迄无法度的啊。从小到大行的，忙生遇到了讲美国用拍啊，连日天唔用嘛。你菜好出个又抢个又含袂。手个头了是穿2穿3穿啊，你看搭同了系哦，3穿4穿啊手个下出个袂啦，做你下出个又唔会，都唔点营养嘛。啲虫害啊，风气候啦。今年个年冬旺个，嗰种天怪哦，嗰一出就有树片，天冬唔会。我自细汉就做农啊，3、4岁就做田做到即嘛，就当刷盐就做刷工啊，是谁教你种菜？是大人做，咱就爱对伊安尼做啦，啦。做事人除了讲无爱去做尔啦，爱做啥物工课都有啦，你买话嗰个气死。夹石，你用的话，夹石嘿，我夹石就安尼啦，佮用饲料米吼，了按落个，了着土地完全迄石骨拢空的蔬菜像开垦佮用是过来就做工，老人开田开手爱用福起来啦，开田所有石骨就。可比割苦的就爱结种个树叶啊、田笋啊，了石骨也就晓得讲贴石包，结落去就有上下求伊个分撇啊，像唔要讲个石骨按弄里弄来，像个树叶，石骨就晓得石包方面啊，今仔佮用饲料米全部迄石骨盐啊！你土蛮好的。土蛮好。手爱用人太济个，爱用13、8、31班讲了有泥土这个人手喜贴啊，
哦，贴出紧，这个是紧去研究啊，哦，你这小子是真的是个目的啦，哦，啊个爱游戏的啦，小人用的无乜个口，无乜个功夫啊。你讲啊，迄款的哈，你都贴的脚步啦呀，啊，搭开餐嘛，拢安尼贴啊。啊，这是你贴的脚步。嘿。哦。拢也是。就是。较早拢嘛爱贴，安尼贴落去啊。下雨都不会掉。不会。一定不会。啊，地震。啊。地震。地震。嘿，地震嘛爱地吼，你爱开才会迄款的，地若袂咧开去嘛袂帮啦。很厉害。啊，即嘛讲过学即款的贴胶无好学啊啦，无人贴啊啦，即嘛无人贴胶啊，真少啊。即嘛所有拢是用空气力啦，嘛较济啊。即嘛总是真少做迄款的工课啦。较早是号做讲，遮吼，遮的土地吼，拢开田，才有较济贴胶布啦。即马都无开田啊，即马都无田好开啊，拢开好啊。你们这时间，咱发现讲你稻子有问题。哦。你出以后就低了。用法会安尼啊？都挨嘛唔是啊。都个气候所长啊，海洋环所长的嘛唔对啊。也唔免讲风太大，也唔免讲人，吼，迄讲慢动讲爱讲人吼，唔要受工，也有点，也热动热气唔是，拄到讲安样强光棒。阿公按钮，你身强不足。有是有身强，啊身强会小呢，翕相是看唔出啦。一强光棒，安样人看都没听有可能无办的啊。他们认为政府所补贴的8000块钱实在太少了，所以在昨天北上抗议，但是在过程当中呢，这个场面完全失控。国民党立委傅崑萁带头爬，来自花莲的800多位农民火很大。那么火大，就是因为去年气候异常，让花莲2200公顷农田严重欠收。花莲咩有你去退被抗议，按有看天时嘛，按你敢够用诶。哎，做讲啦，讲种人呢就好唔谈修养，看到做到安样形，实在是不得已的吼，无奈何的啦。大家嘛做事业梦成功啦吼，做到无修行，实在真可怜啦吼。可能呀，在下这个手把壳里看，叫我吃呀。哦。这都是空包的。这个很有哦，这个是空包了，这个是空包啊，这个通空包了。就感觉烂烂的。BDA 就是空包蛋。现在就无没关系，这里。你这个就袂入味啊。呀。你看哈，袂入味啦。
迄个吹光拍。啊，看会出来就是啊。袂入酒啊。啊，其实这款的入酒的你看都无共啊。哦。这款刚有啊，这款。迄有入酒的就伊摸得出来。慢慢啊，就会100万啦，100米。这款就无法度啊。看到拉拉啦，看拉拉啦嘞。伊讲迄个新疆抓抓迄个遐青鱼尾啊，遐沙看这比迄农庄又较差哦。这款的迄剩无三成呢。因为迄内底个啊。拢袂落去啊。自作心。捌拄啦。我自有是讲个吼，盖万步的水头也袂收过，万冬啊吼。迄是万冬才会。啊，水尾嘛袂爱嘛，水尾嘛袂，水头一出来。系啦，敢若较慢出咧。自日本时代做到点嘛吼，日本时代捌一摆啦，捌一摆。捌一摆安尼。万冬，万冬我会收万步。迄水头啊一出来袂输顶。哦，啊，水尾嘛袂啊。水尾也袂。因为迄拢吹光片，拢吹光片。系啊。拢唔知安怎做的，我讲改良就应该研究会出来。我讲气候的关系。伊讲好做啥物病啊？水稻土通病。啊，伊哦，土长。无啦，气候啦，人较慢一寡，伊就。对啊，气候拄下着迄气候啦。补嘛袂够呀。啊，较好康，亲像你个补较足。系啊。你莫讲迄落啊，一分地若7、8包啊，你就一分地就算讲7、8千块啊。若8千块来讲嘛，一家庭嘛7、8万啊。啊，伊总共伊。啊，你补到1万外就算了。补到1万外，就安尼，伊摆个电视有报讲补16000呀。一个当万啦，好多少？起头啊讲8000尔，啊尾啊是讲控2啊，讲尾啊加1万，讲16000。16000嘛冇做啥好，亲戚关系你一个当16000，才拿得钱。啊16000都补产甲放产都无够，爱去掉2万外去啊！迄放产甲补产都爱去掉2万外。2万外块去啊，莫讲不要。哦。哎呀，意外拢免嘛，都无够不能。啊，总讲啦，若讲伊当灾害，农家人一定要交费啊。啊，你会抢人嘞？管嘛？还都来的哩。他们嘛抢人啊，这个冇个机器啊。抢人哦。两个抢人个。今年这个工种人都无法脱脂啊，迄个无机工大田机要机100万啊。这个那抢会贵冇？贵哟，你大了田吼，一个提出要1万人了，1万2呢。个养诶，是也有1万人。我哋5分地哟，迄讲，哎用240亩诶，变大田就做成1万人，1万2人或1万3人。你看工种人吼。真可怜，除了工田吼，迄讲国内唔好一条田，迄修行迄唔好一条田，家田迄无好啦吼，但个修行唔好吼，我亏本啊。真正靠田吃饭咯，你迄讲吼，风采咯吼，一下来说到像人家鸡脚样呢，绿听听呢，好。来讲，出国休息无共种菜过。
用石呢，较早。用石的啊。哎，安尼，一个。啊石，那较黄的球啊，就较快石；那较青啊，石10啊、20个，遐石会是。啊，就辛苦诶。安尼石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哎，你们还会喊哦？我就要变避免啊。就辛苦。啊，尾后较发面的就用机器。机器哦。安尼，就是安尼，你机器紧转啊，紧打，紧打。你有开过吗？啊？你有塞过？有，较早逐项我嘛做过啊。压起过迄个，好像是。唔敢种。啊，你要过辛苦无？辛苦咩无奈何啊。哦，人讲人讲修行好，就加喘息的啊，你也就要开本的啊，就讲种人吼，来讲。靠天吃饭，先吃过了，先吃过。